各位馬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為大家帶來2025年9月28日17:10，在沙田草地私家三跑道舉行的第二班1200米起卓讓賽專業分析。先來看參賽馬匹實力，系統預測本場比賽前4名熱門馬匹如下：第一位是4號武林密碼，評分90分，他由可澤堯騎乘，練馬師是方嘉柏，優勢在於第二檔起步有利，總獎金超過1000萬，經驗十分豐富，是預測的冠軍人選。第二位是8號人和嘉慶，評分83分，騎師為頂級騎師潘頓，練馬師是大衛希斯，他處於第6檔位，位置適中，總獎金高達1600萬，經驗最為豐富，預測能獲得亞軍。第三位是2號華麗再勝，評分94分，是全場第2高評分，騎師布文是國際級騎師，實力強勁，練馬師為沈澤成，不過他第10檔起步，位置較為不利，預測獲得季軍。第四位是6號好有心得，評分84分，騎師班德禮，練馬師是大衛希斯，近3個月他3次入前4名，狀態穩定，預測為殿軍。本場比賽會集多位頂級騎師，潘頓是香港頂級騎師，經驗豐富；布文作為國際級騎師，實力強勁；可澤堯是本地優秀騎師，表現穩定。再說說場地與檔位，沙田草地私家三跑道，風前嶺馬較為有利，4號馬第2檔。8號馬第6檔位置理想，而2號馬第10檔、9號馬第11檔起步困難。最後是預測總結，冠軍熱門是4號武林密碼，憑藉理想檔位和穩定表現，最具冠軍相。黑馬機會方面，1號競進輝煌雖然評分最高達95分，但未入預測前4，值得關注。投注建議上，重點關注4號、8號、2號組合，可考慮連贏和位置 Q 投注策略。本場比賽實力相當接近，預計競爭激烈，建議大家密切關注臨場狀態變化。感謝大家收聽。